Hello， 各位台湾的球迷们，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兰印第安队的张玉成。在5月9日星期六，我将担任富邦 Guardians TV 特别来宾，请大家锁定富邦悍将官方 Twitter 及雅虎 TV 以及 MyVideo， 和我一起为富邦悍将加油！Hello to all the baseball fans around the globe. This is Yu Chen from Cleveland Indians. On Saturday, May 9th, I will be on Fubon Guardians TV as a special guest. I hope everyone can tune into the Fubon Guardians official Twitter to cheer on the Guardians with me. 我们决定要向中央争取开放1000名球迷进场，现行有效的活动指引撰写了一个计划，是开放200名球迷加上我们原来的工作人员，在总数不超过500人的状况下就符合原来现行有效的这个活动指引那这个部分因为已经通过这个中央的疫情中心的审核，但是我们今天大家在讨论以后有个共识我们决定要向中央争取开放1000名球迷进场那我们的理由是现在的疫情已经趋缓大家需要健康正常的活动。中华职棒是非常健康正常的活动另外就是我们是在户外的空间，在这么大的球场，我们采取实名制，梅花座，戴口罩，加强防疫的卫生措施。那再加上我们有将近1个月的球场的防疫的演练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可以把相关的赛事办好那加上我相信中央也有心，因为这个500人的指引是快2个月前颁布的那现在如果希望我们的国人能够早日恢复到正常生活，尤其是属于促进健康的生活的话我想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开放1000名的球迷进场。那当然还是采严格的实名制都要在前一天要把这些要进场的人都确定，而且现场要核对身份，而且座位要固定那因为我们球场真的很大即使是1000名。要放在这个有将近2万席的座位里面，也是像芝麻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争取这个认同，然后我们最希望能够从这个周末的赛程，从礼拜5晚上的这个最热闹的这种比赛时间就能够实施也算是一个母亲节的一个礼物。我们开打也将近1个月了而且今天韩职也就准备要开始打他们在闭门赛那他们今天才开始闭门赛，我们闭门赛已经相当久的一个时间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开放1000名的球迷进场所以我们各个球队现在回去马上就稍微再做调整就是把这个相关跟这个人数有限制的动线上面再确认一下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就会再把大家会诊以后再争取中央的同意。